再来看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因为市地中华八案封判13档的有期徒刑，伊个涉嫌台南立电供电厂开发的八案，接受三地集团的诬洗，张五红检调约谈透明真实，落尾是以30万交保。三地集团的董事长佮因做商拢以20万交保，目前嘛佮继续扩大咧侦办。 23早起6点外，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以30万交保，伊的车直接对桥头地检署的地下室驶走。搁较早进前，除了郭信良以外，也有三地集团最精的董事长、台南市府官员等10外人，拢互带去市调处理清案情。经过复审了后，三地集团董事长也佮有姓朱的业者，拢以20万块交保。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只是来配合调查而已。 22透早，检调先去郭信良的徛家搜查，同时伫咧三地集团董事长的徛家查扣到相关的资料，也有效谱，包括台南市议会、台南市政府也去互检调大动作搜查，也民进党籍台南市议员李伟智也以证人的身份受传唤，引起正大的震撼。司法秉持勿枉勿纵的精神。好，那当然，绿电、光电在台南一直长期被污名化，所以我们希望检调尽快的去找到真正在破坏我们绿电政策的人。台南这绿电光电伤济，速度上慢，所以咱三地拜托郭信良，议长，甲市政府，管所讲较紧的，按30万交保就知影。 无什么重大违法的代志哦。要求我们所有的公务员一定要恪守这个廉能清廉的政治那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我们不是我们约束的范围，所以我们尊重司法。郭信良因为介入市地中华八案，台南地院已经甲判刑13档，即届又搁受调查。检方怀疑郭信良协助三地集团顺利通过土地开发，互伊本人甲三地集团取得大量的不当利益。不过详细金流，阁需要进一步厘清，这也是检方后续追查的重点。公视新闻综合报道。